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8月27號星期四。今日嘅重點新聞有：因應今個月初高溫警告冇升級嘅爭議，勞工處聽日開始改良工作暑熱警告系統，新增多區達到35度自動升級等兩條件，降低門檻，及早保障僱員。支聯會案聽日求情，前常委鄧岳君通宵排隊。今朝早法院外面有超過50個疑似排隊黨輪候。首先，同大家跟進一單同各位打工仔息息相關嘅消息。勞工處處長許澤森今日宣布，由聽日28號開始，會進一步改良工作暑熱警告系統。呢個工作暑熱警告推出咗已經超過3年，但期間竟然淨係發出過最低級別嘅黃色警告，就算天氣再熱都未試過升級。為咗回應社會最近嘅關注，聽日開始實施嘅改良版系統將會利用原有機制，特別加入2個觸發唔同級別警告嘅新條件，去提高系統對異常高溫嘅敏感度。第一個新條件係當天文台發出嘅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生效嗰陣，觸發更高級別警告嘅監測門檻就會降低，等更高級別嘅警告可以及早啟動。第二個新條件係，如果全港多處地區實測氣溫達攝氏35度或以上，除咗監測門檻會下調之外，警告級別仲會自動上調1級，即係將黃色警告自動轉為紅色，或者紅色轉為黑色。處方解釋，之所以決定咁倉促喺聽日就馬上實施，係因為預料酷熱天氣可能會持續，希望盡早保障工人，同時亦可以及早收集數據，聽取持份者意見去持續檢討系統。至於未來方向，勞工處表示會繼續檢視系統運作，亦會研究係咪加入濕球、黑球溫度等監測數據作為指標之一。對於僱主同打工仔嚟講，處方強調今次優化唔會帶嚟額外嘅工作，大家只需要繼續留意警告級別，做出相應嘅工作安排就得。不過，勞工處亦鼓勵僱主應該因應工作性質同埋地點嘅特殊情況，自行另作實地嘅熱壓力風險評估，採取預防措施去減低僱員中暑嘅風險。下一則新聞，支聯會案被告喺上個星期五8月21號已經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，而法庭就安排咗喺聽日，即係8月28號星期五朝早10點鐘，喺西九龍法院大樓暫代高等法院正式處理被告嘅求情。而法院門外今日一朝早就開始有人排隊輪候旁聽席，排喺隊頭首位嘅係支聯會前常委鄧岳君，佢星期3晚已經露宿街頭通宵排隊。我個人覺得係起碼鄒幸彤佢會上訴去終審法院咯。星期2嗰日咧係8月25號咧，咁就有一個嘅5週年，係當即係2021年嘅8月25號咧，係我哋係收到呢一個國安嗰個信，就話要我哋係交資料，因為話我哋係外國代理人。咁嗰陣時係喺5年前嘅8月25號啦。咁啊，所以就即係都有啲即係唔經唔覺就足足5年啦嚇。因為嗰件事係好緊要嘅，因為佢發個信要你2個星期之內交資料。咁當年21年嗰個事件就係已經係佢哋即係開咗個工，跟住就即係我哋2個禮拜後就俾人拉咯。因為佢到時就話我哋唔交資料，於是就即係一輪嘅一個即係起訴啊，同埋好多嘅即係搜查啊，同埋係帶上法庭。咁所以嗰個5年前嘅8月25號係佢哋一個啟動對我哋一個行動，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徹底係即係開始咗一個即係不歸路啦。另外，今朝早大約11點幾，當時正落緊滂沱大雨，法院門外有一批大約50至60人，懷疑係排隊黨嘅人士突然現身。呢批人帶住行李箱、手拉車、雨傘，甚至連瑜伽席都有。當中大約有40幾人加入咗輪候旁聽嘅隊伍，另外大約有30人就喺警方嘅安排下，逐個入去輪候隊伍側邊嘅藍色帳篷入面登記個人資料，同埋接受隨身物品檢查。喺呢批排隊人士入面，仲有幾個人好有默契咁，手持政府嘅綠色垃圾指定袋進場。有記者曾經嘗試上前向其中3名排隊人士查詢，問佢哋點解咁大雨都仲嚟排隊。
同埋知唔知今日嚟旁聽啲咩案件，但呢幾位人士全部都冇作出任何回應。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呢單案嘅最新消息。轉去睇下，數字政策辦公室今日宣布，將會喺今年下半年陸續推出4個提升1823服務效能嘅 AI 項目。另外，智方便亦都計劃喺今年之內推出 AI 助手，提供24小時支援服務。市民只要輸入問題，就可以即時得到解答。例如，來電語音達項目會利用語音辨識技術，將講電話嘅對話實時轉變成文字，並喺通話結束之後，自動生成個案摘要。咁樣前線人員就唔使一邊聽電話一邊人手抄筆記。通話後處理個案嘅時間預計可以縮短15%。另一個叫電郵揭取2，系統會透過大語言模型去識別電郵嘅主題，自動揭取投訴個案嘅資料並輸入系統，可減省人手輸入資料時間達30%。第三個係投訴分流快，同樣利用大語言模型分析電郵，系統會自動識別出邊啲係需要優先處理嘅個案。呢個功能可以將識別優先個案嘅時間由過往嘅2日大幅縮短到只需要幾個鐘頭。第四個係訴求一覽通，系統會整合兼分析同民生直接相關嘅議題數據，例如滲水、道路維修同埋蚊患等，幫手識別趨勢、風險同異常情況，從而協助改善地區治理工作。1823喺舊年處理咗超過750萬次嘅查詢同投訴，當中有55%係由自助服務處理。數字辦而家正開發網上版，日後市民唔使下載1823嘅應用程式，可以直接透過智方便去使用1823服務。喺過去1年幾百萬次嘅來電查詢入面，有99%都屬於可以用資料庫即時解決嘅問題，得返1%先需要轉介去相關部門處理。喺呢1%嘅個案入面，需要1823去協調部門權責嘅只有幾百宗，而指派俾某個部門之後要再轉介，最終都處理唔到嘅個案，更加係少之又少。舊年成個年度其實只得2宗。然後同大家跟進一宗喺將軍澳海面發生嘅懷疑雷擊致命意外。天文台喺今朝早一度發出過紅雨暴雨警告。喺呢段期間，將軍澳海面一艘舢板上面就有人懷疑被雷電擊中，當場暈倒，送院搶救之後證實不治。從網上流傳嘅片段可以見到，事發嗰陣雨勢頗大，海面亦都有好大浪。當時已經見到有人倒臥響舢板上面。去到朝早大約9點鐘，警方接報指將軍澳跨灣大橋附近海面有人響舢板暈倒，水警輪接報到場之後，救起咗一名67歲男子，並且將昏迷嘅佢送去將軍澳醫院搶救，但最終都係不治。根據警方嘅初步調查顯示，死者身體多處受傷，其中胸口有燒傷，懷疑被雷電擊中。最後睇埋股市表現。恒生指數今朝高開121點，最高升過139點。不過大市好快掉頭向下，低位一度跌咗152點，全日高低波幅達到291點。到咗收市，恒指最終報25,565點，跌咗87點，0.34%。國企指數今日收市報8,490點，跌咗43點，跌幅係0.51%。國指今日低位見過8,462.43點，最大跌幅達到0.84%。科技指數今日收市報4,620點，微跌0.13%。科指全日最多跌過0.3%，低位見過4,612.25點。成交量方面，今日大市成交金額錄得2,335億元，比起尋日減少咗8.36%。呢個數值亦都係自8月17號錄得2,107億7千萬元成交之後最少成交嘅一日。睇返成分股嘅表現，藍籌股今日跌多升少，總共錄得31隻股份上升，60隻下跌，另外有2隻平盤冇升跌。其中表現最強勢嘅係漢森製藥，全日大升16.01%，收報36.8仙，成為升幅最大嘅藍籌股。至於表現最差嘅就係小米集團，全日跌咗3.44%，收報27.48仙。
最後我哋睇埋資金流向，今日北水南下合計淨流入錄得31億8千萬元，比起尋日大幅飆升咗602.41%。呢個流入金額係自8月24號錄得115億6600萬元流入之後嘅單日最高紀錄。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守護真相，永不放棄。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，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。聽晚再見。